开听着，我靠落雨了，这个礼拜，我要到底来听我人讲，变来学见鬼故事，大礼拜。到底来听别人学见个鬼故事，大人听啊真的笑，这个礼拜我来有。特別嘉賓白山環，歡迎白山環。成個你冇多聽啦，冇多聽。แล้วก็ลูกคนชูให้ลูกคนชูกล้องให้แล้วก็โมโตเลงอะไรเนี่ยโมโตเลงแต่ว่าตะโปหยิบหุดกิ้วเจแต่ไปหอวังกอเลยฮัลโหลตีขอพุ่นจุดแล้วก็อุ่นเล็งเท้า我行得了会。แล้วก็อุ่นว่า ปุยอะไรเนี่ย ว่าละอิ่วที่สุดกำพุยไม่พายแล้วก็วิวิวาวาเหล่าเจ้าหวันเอง大家好，我買做吉利吉利嘅，因為我個吉吉人讀厝。你驚下？你別成日講。我驚啦。你別成日講我做呢事，你就才驚。會啦，是吧？你個笑嘛，你個氣氛嘛，那條。喲。咱落雨啊，咱後尾落雨。last time 是啊，如果會記哦，咱講 about 我講 about 佢哋社交嘅物件咧，嗬。但 after that 我會驚，都講了。你唔使驚？你 end show 咧，嗬，我會驚，因為我個自己人到厝嘅事。哦，唔要緊，我嘛是聽八處咯。哎呦，聽八處。我冇聽，一處我個見我冇聽。你冇聽冇？咱冇聽到囡仔嘅聲，實地較早一處啦。你講緊叫你？係啦，OK 咧，當今啦嗬，然後就被講成，就被 start 講成，saw something floating behind you 喎，頭嘅特別俾喊啊，我冇想試。Hello，嘢係諗幾倍多邊啊？冇啦，係諗夾佢個 friend 啊，係諗幾。係啦。Hello，ลูกลอง嘅 laptop 可以อยู่係啦 laptop，係諗幾。Hello，冇麥聽嘢。我有瞻仰儀容，你知哦？係咩意思？係咩意思？我不要聽。咩？我有瞻仰伊儀容，你知我有看看人幾部嘢。哦。即係。哈。你講啦，我 suddenly 會驚啫，唔係講。別驚啦，朋友。Hello，你別嚟唱小鹿。我老朋友明驚。係啊，講者我係極閃者，唔係講。OK。特別咧，若是巴刀我係咩時候，攏聽到，你先嚟驚，巴刀我死啊死。冇驚啊！假如拖八字聲我就講嘢。我假如偷食啊，我嚟到你偷食，深圳白嚟好啊。但係你記就靠我，有就嘢冇就咪亂話。我嚟查你啊，定啊。OK，咱講幾個事，即係禮拜咧，我成講啊，仲我成講。啊，你驚講你驚我是聽人講嘅啊。聽人講唔驚。Hello，咱都唔驚。伊是到一個甘榜嘅所在。發生嘅哦，了安怎發生？迄邊甘榜哦，伊先開一條路，between 大路去到甘榜啊，了伊是一個 shortcut 了。了大路邊啊哦，直直有迄個番仔擺迄個擔阿妹時啊，伊賣實個開迄個擔漢賣咖啡水面漢嘅嘛，菜賣米糕零啊，咖啡水漢物件啊。了有一暝時哦，有一個番仔了，伊就伊樣去樣阿妹差不多漢嘅時間咯，樣去食物件了。哇！食啊有像樣食飽哦，佢就樣食好食了。哦，佢媽仔哦，伊家朋友講嘛，喂，就咪我阿妹去邊食物件好料哦，樣個便宜無講真貴啊，你知？แล้ว伊朋友講乜啊？有邊乜啊？有店，แล้ว有樣時講有啊，แล้ว亂哦，正去แล้ว出去看無嘅啊，我行嘅啊。你咪是食了啊，了用條件啊，佢啲食到後面幾樣，家己都唔知哦。未必是小蛋啊。
啊，無那是小單一個暗暝到嘛才差不多嘛，差不多11點幾12點迄個時間啊，嘛那會燒個了。喲，佢定伊成定一個茶厝囝迄個咯，人講伊厝囝是 maybe 是幾條，然後厝一個厝頂迄小小塊塊迄物件啦。雲南係大啦啦。啊，雲南係大。無講只驚啦，你唔驚。啊，是哦，特別伊不是一個鬼故事掉啦。特別係咧，你個基本啊，你話你唔驚。冇嘛，但係唔是我驚，我講嘅，我驚別人講嘅。係咧，咁是自己。誒，你乜自己看過有冇多零？唔捌咯，我唔捌看過，我唔捌拄着迄物件。就比我捌 feel 到，有一道是我朋友話你過身了咯。了，了我望着伊啊，了我問伊 accident 過身，無你過一禮拜甲加啊。我搞我真好誒啊，我問伊嘛，喂，安怎你看呢咯？我甲伊講一話，伊答袂着我咯。因為伊甲人看 reverse 誒路線啊，了浪車啊，我問伊嘛，喂，安怎你啊喊呢？你看毋着路誒？了你看當金是毋是假？了，了當金安怎好啊？伊甲我笑笑啊，伊甲我搭頭啊走啊，了加馬仔哦，了我真無歡喜哦，還是哦加馬仔是哦，了我困點先是哦，成日掉地下咯。了我朋友困我邊啊了，我朋友想我後面係咪踩我咯？我就我開喙講話叫我邊啊嚟朋友嚟搭架手啊，喂掠我起來面哈呐，伊無掠我咯，了佢點樣從翻硬顯規身軀乾了啦，顯規身軀乾白起來看咧，哇，原來是應該是亂講話是咩？我家己我唔知哦。伊無一刀呢啦，一刀呢。這是你幾歲時？應該是差不多20歲幾陣時啊。20歲，可能大漢本咧差唔多。差唔多大漢咧。誒，不知你知我想聽係咩啊？想聽迄個日本豆腐嘅鬼故事。哦，伊嘅笑咯，伊嘅。係啦。伊成個伊漢嘅設計哦，伊嘅。伊個名嘅事哦。設計。有微微娃娃，微微娃娃。嚟講。你個係咪鬼故事最近？我唔รู้我唔知我有到你所講過酒店嘅喎嚇。講我 school 嘅囡仔拄到嘅，到新加坡嘅。新加坡啦，特別講過。嚇？你特別係誒歌。我真係講下，叫我係。等陣冇等陣聲出來嘅時，你會解係誒歌。冇意思你看，係你 teacher 呢？嗬，一 teacher 呢？我個力呢？嗬，一直帶囡仔去房間啦，แล้วอีเดปังอีหลังตุ้ยขี้อีกะเกียรูมเมทอุ้ยโลแล้วอะไร teacher แต่เดี๋ยวอะไร leave แล้วเสียก้องI confirm ก้องอีหลังอุจิปังเก่งมาในควันโนควายหลัง安全โนในควันโนแล้ว suddenly อ่ะสิอี student ก็เลย走過來แล้วเขาก็老師又貴ในควันแล้วอะไร teacher มา調斜鏡嘅，然後講下誒，你們不要亂講話。然後 suddenly 哦，一走廊嗰邊哦，有人有迄個笑嘅聲咯。安怎笑啊？你講你聲แล้วอีเสียก็走來走去，成有 echo 啊！ stereo 啦，係鬼。所以我覺得特別 echo。DTS。อันนี้อีกุยสีเลย Dolby 5.1เนี่ย Dolby อ่ะก่อนแล้ว speaker จ้าขี้เสียแล้วเหรอแล้วอีมันไม่ขำอะไรรีเฟรมมือแล้วอีกว่าเกิดลิกบุญเทียเตียวแล้วมาแล้วเทียเดียวมาขำมั้งขำ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อีหลังก็แล้วมาต่อเลยรีเฟรมเนาะแล้ว suddenly เหรออี就聽到講你哋救我啦！快啲救我啊！你可能講我啊！救我啦！講就幫我哋聲嚟講好壞。แล้วแล้วว่าเกิดลิกมาแม่เลย student น้อยก็เว้ยลูกนางมาชิดโถแล้วว่า student กันแล้ว看到ว่า teacher 看到ว่าเกิดลิก講老師我們都沒有講話แล้ว特別一聲 still 個有嘅喎。救我你看咯，แล้วกันแล้วเรามา驚咯，驚一ลิ。你哋救我啦！掉
掉你應該係個嘅。我下歌但話，人聽很屌時就聽，你都對去聽啦，為娃娃知道鬼。แล้ว after that น่ะสิคุยมุ้ยแล้วจะขวานเดี๋ยวว่าเรียกว่าจะได้ตัดปอยกับลิกโซแล้วจะสั่งให้ลังตุ้ยขี่แล้วจะโบเทียเดียวแล้ว冇啊，啲冇聽，我冇。但是你ตัดปอยกับลิกว่าตัดปอยเลยกับลิกจิบไหลน่ะสิ我หาไอ้ลังจะที่โบเทียเดียวแล้วแม่สั่งให้ลังจิบขี่ปังเก่ง咯哦，อะไรขวาน劇站不知時，我一個聽眾 suggest 可能講你劇站嘅故事，劇站人講故意故事還是無相劇站物件，不知人講。แล้วชนิดนี้แบบสองวันนี้哇！這個故事我冇是到我厝嘅啦，試到呢處還是唔試到呢處？到我厝。哦嚇，你講。我記啲哦，我唔敢講。你是當見多啲處啊？你講到呢處咧，是唔是啦？但係我講佢哋白上環是唔是伊嚟講佢哋鬼借到外口嘅？唔是外口嘅。唔是啦，你是老西人哋？你是老西哦，朋友你是老西嚇？唔是，我唔是老西。哦，你老趙啦嚇，你白上環你講。唔是，我講對啦，是較早時有一幫我咪是無大厝咯，我出國嘛，去杜拜嘛。你我婆一人嘛大厝，伊一人爾嗰就。你大厝咯，尋我驚咯。然後伊就跟我講，我到杜拜時拍電話跟我講，佢講，上開始出來，我出來有3間房間嘛。然後一間主人房，一間車房，甲一間是客人房啦，喺你冇咪人大嘅。人客房啦，客人。客人你變成客人間多，客人房，你 in law 大嚇，客人嘅房，แล้วก็調住人嘅房。客房。人客房嚇，呀 ，sorry 吧，人客。已經咧就較暗嘅，冇咪人大咯，冇咪關，冇咪蝦米嘅，所以講伊講該驚咧，係人大，聽到上個時每家己嘅開嘅呢哦，咦呢，你邊個鈴就鈴嘅，我有聲。咁咧鬼笑啊！即係咁咧鬼笑啊！係咪鬼笑？鬼咁咧啲笑掉嘛？意思嗰人嘅聲，啲笑。係啦，係啦，你講你幫聽到每個都見到隻聲。所以就 call 我電話叫我呢對嘢嘛對嘢啦。你驚，我講 OK 咯。我計講叫啲小弟嚟計白白多啊。所以佢伊就叫伊小弟嚟計白白多咯，攞人計背伊隻咯。你小弟咧，你小弟咧嚟大時啊，佢就是大客房嘅嘛。要死！伊就去大客房咯。你去大客房頭2日、第2日 OK，冇咩事。你過咗第3日然後咯，還是第幾日啊？唔好記咗。我婆就 call 啊，又講慘啊，一擺，我咩事？你講，你小弟哦，都困嘅時暗暝哦，你感覺到有物件跌掉伊咗。你佢講，咪咩物件？伊講物件啦。伊咁講。你講伊講阿個是呢，伊小弟冇咪講啦。你佢講。冇咩事咯。then 個鬼一個就站佢鬼哪日咯。如果講嗰仔發生事咁嘅嘢，你每小弟較清楚嘛？你小弟講哦，伊看到一個查某跌掉伊袂叮當咗。喲。了。咱鬼我講慘啦，佢要叫西公嚟啊！我。慘啦。鬼有時我講嘢咁門 N 咁啊輕嘢咯，咁門 N 啊，整隻開嘅房間，有啲冇人講，你貴本是想講，你小弟本唔加大了，你小弟冇大了，你小弟冇法嘛，佢會賠嘛，你去夾你開嚟扯啊，即係本咧當本，係你邊，係做房間嘅。
佢一就冇咪有嘅咯。是講嗰時個正拎本是驚啦，但是冇咪大咯。你我對嘢時，我白白去看紅光咯。佢有夾隻好大嘅邊咯。Actually 我是 Christian 嚟嘅，我冇重視我。那邊都冇法啦，因為我波嘛，伊驚嘛，我講有影我咪唔係伊驚嘛，你打了OK，伊講 OK 啊，冇咪有啦嚇嘛，冇咪有咯。對伊相信就好啊，件事。一路咧，你個基本相信你不要自己啊，你不要自己幫佢當下喎。係我，到那邊古龍唔是到那邊小弟，古龍係咩數？古龍係咩數？到邊古那練來練去啊！哦，梗係假嘅啊！不過伊講我一掉掉伊是伊必定當嘅咗，後面都做唔掉嘅咗。一陣人我講句我唔家己唔親身經驗過啦。出聲都未出聲，後面都未咗。定我咯，驚個冇事。係啦，誒小弟幾歲？小弟幾歲啊？報31。哦，大漢咧，唔是簡單啦。哦，大人大隻個驚嚟講，就是你係簡單講掉過哦。係咩嘅？伊可以掉別叮當咁樣過掉我咯。喲，你上課啦，還是講你困嘅時候，就去隻阿無目睭就開起來時，看到一人鼻孔拄鼻孔，喺度驚。哎呦，失敗咯，安尼看。我唔驚。我唔知點啊，就是講我實在我使就滿出來嘅了，係定。你我使臭個十萬鬼咩走去？有咗我係冇會肯上了我咯，紅響佢。你冇？哎呦，就才驚。你冇到你對面掉了咯喎。係咯，你喺度笑啦。一個流落到你吹佢咯。係啊。咩啊？哎呀！你叮當哦，你冇掉了。哎呦！誒啦，我掉了依家未叮當，依掉了我。嚇？係咩嘅？若是講面對面安尼款啊，吼，應該是有嘛？咱毋是有聽講是安尼款咩？一開目睭啊，一個人安尼款對了伊吉利哦。那我冇去搶哦。係咯，故事我睇我家己困呢。我當佢開個了喎。你個講冇驚，你個講冇驚，你冇講你個冇相信白雙環。啊嗱，我冇看過，你冇相信。你冇相信你個驚？當講啊驚嘛。我講聽我只聽別人嘅驚，我聽別人個驚。我只就是你知我冇講過嗬？對，我只句冇講過啊！我特別嘅就是梅浪聽人講咧，即係唔是我記啦，我特別是個我只 lunch 時是個人我嘅 office 嘅同同事啊，是個講幾個數咋？แล้วว่าอีกแค่นี้阿莫人來啦，阿莫人誒，แล้วอีก講樣到一แค่นี้特別講冇話冇相信，我冇相信，特別講我同佢驚係咯咋？哦，你頭頭冇相信嚇，冇相信是冇相信，另外一種數。嚇，你驚咧，就是講你聽別人講數，咦，嗰啲有翻驚嘛？本來是講你冇相信嚟講，你就講冇嘢食咧，冇驚嘛，有。你若是講我相信那部，就是講你個叫驚那部分咯。OK，你我講聽啦。伊講伊我一個朋友啦，伊就特擺嚇，伊講伊唔是特擺，一咩是，伊講伊困車，半暝困車時，伊講伊目睭就開起來時，看到成個面床邊有一個人看到伊咧，就徛到看到伊就，你講安怎物件有人徛掉？伊講唔知是困夢嚇，伊就講成個是含面嘅咋，你伊就看咧，伊就有看成個看目睭，伊想。看咪 clear 目睭，咱個開起來看，佫看到有一個影喎。你伊度驚，就夾陪單個夾掉一頭，你知？你咪看咯。然後你意思講是唔是？maybe 是成個半青半鼻然後呢，所以都唔知。然後伊度講，伊只問咧，是鼻起，個只青起到頭咧是一隻開嘅，伊個陪單起來是個看到徛到啲邊，伊看到上擺伊個衫印，你知？伊個查某嘅穿條嘅衫成個。伊成咁昆山，可能咧看到有花印，講看到有花印，你知？你就講，這都是昆夢咧啦，講這冇可能是看到嘛。你就叫伊包車咧就，叫包車，你包車起來時就講。John call 零頭。
calling 他，OK， 啊 OK， 你就講叫伊補車咯，你叫伊補車了，伊就講。還是伊就驚啦，阿妹就驚啦，講我特擺我就創地咯，講叫伊講，我就叫伊開名嗰隻，我講伊咪叫 Emily 我講伊咪叫 Emily 啊，我講那時往時來隨路當時是會想要為咗叫路，伊 communicate 嘅路又袂路嘅伊講完響就，然後就嚇死嘢咯，零頭冚我聲去 ，live 嘅聲 Emily 唔是佢哋鬼嘅故事嘅，係咩？嚇是咩？咩 Emily 是咩？就是安怎我聽到 echo， 可以一個名呀，我是講可以一個名呀。嚇，我係一隻名咯。裡面係你 ghost 啦，一個名。係鬼啦嚇，咪就 Emily 咯。了anyway 我是只伊是肯是驚啦，但係咧變咗無驚啦，變咗學我講個驚係不到。我係講你看到，伊講我是捆綁來，我講有可能是捆綁，本來特別你知咱捆綁是搬車搬無車嘅時候，是鬼是較硬接來，會甲人 communicate 是較硬啦。because 咱咧到底人間咧人嘅世界時候，伊嘅 frequency 無相特別用較濟力嘛。所以半困嘅時對嚟講都講話，你覺得嗨都冇驚咋？你OK，你即係自己時我就去食物件時，我就叫每另外一間嘅 friend 咯。伊就講伊是把你哋8蚊嚟講伊另外一間嘅 friend 我是個 ，because 另外一 friend 冇咩想個參望日本嘅，所以我特別講幾個隨時，伊就講哦嚇，伊講我不聽佢有一同事嚇，一般你個搬嚟做工到啲外鋪搬嚟做工，你就大條一件衫8蚊嘅款。แล้ว伊就暫時臨時佢睡了一位咯，แล้ว伊就大抓個一年，你看你就吹到厝啊，咪被搬咯。你咪是做成個賣 sale，你可能唔知諗，你先就只會特別邊阿毛先自己 garage sale，你可能讓伊物件個啦舊物件個啦擺出個口去賣咯。แล้ว伊就來到伊嘅厝，伊講伊 garage sale 時候，不樣接落來樣就。樣一落來冇聽到誒，伊厝嘅囡仔，伊囝嘅囡仔袋個了嚇，特別伊樣走去樓頂困咧，落來樓卡時，伊是一時記到啲聽嘅位咋。伊囡仔袋歇一時記個了，因為頭頭時候是囝報名車起來佚佗，了後尾是伊個感覺就講冇咪對皮啊，因為物件特別係到啲樓卡，伊物件叮當山個了就咪就起時，了。有自己個啦小事咯，伊講無咩愛甲伊驚，人講伊驚，冇講咧賣講啦，點啊，佢賣講啦，結果人驚，แล้ว被慢慢被搬走咯，แล้ว被搬走嘅時，伊就講伊去教，伊賣你小嘅時候，伊講伊來有一個囡仔到啲個口去對伊媽樣來買物件嘛，你直直講媽咪，I want to go in there and play with the girl，就係講。介意你未厝人講，無介意伊嘛，講我要自己咧厝內面介你見他佚佗就係講，誒厝內面無人嘅喎，伊厝啦，伊驚自己啦搬去接是厝啊，你知哦？是。嚇，然後伊就講，因為伊迄個人別啦，講別使接人厝咧，伊爸即到啲小伊就知咯，就知講咩？講伊厝內面有一個囡仔鬼咯，就是他這。伊講有當時本會看到伊想要對厝嘅時候，想要把嗰個交厝嘅時候，伊看到第一桶啊爆嘅，然後咻，然後走去就係個囡仔上面實桶啊，你當時囡仔實啲桶啊，然後淹出來咯，係啊，然後頭然後淹出來了時，伊講特別話車對厝嘅時，就對個厝嘅時候，時看到桶啊爆咧，咻，就人走去啦，呢。見啊，了，見啊，會紅鏡頭。阿 John 那邊周邊炒炒，係啦，就住多零頭，幾個數特別冇講到。大橋嘅。講，你即係自己經驗過啊？誒，特別唔是，即是聽人講，你特別講，你對佢估啊未？我直頭。對是咯，差唔多即係10分鐘嘅呢。哦 ，OK， 一行你講邊嘅大橋啊？伊聽人講啦，因頂擺是人大橋起好嘅時喎，แล้ว上上嘛是有坐摩托啊，阿妹大北海過來檳城嘅嚟看你咯。แล้ว我朋友是伊大北海嗰邊坐摩托，阿妹時啦，差唔多1、2點嚟看。大北海過來檳城，
所以换摩托大伫北海过来时，伊看到有一个人坐伫大桥的边仔伊桥迄边啊，所以伊大要停个摩托落来咯，伊嘛是行下去迄边咯，所以想是人，迄人要 help 伊人啊吼。啊，看伊想毋知是钓鱼啊，是啥物款啊，所以停落摩托了行去个人，所以一行去个人个是，我迄边个是，伊甲迄个人讲，伊讲你大正做物？安尼一个人尔嘛，所以迄个人佫无应伊啊，所以行较近淡薄。因为你大正做物安尼换了一个人，迄个人佫无应伊啊，所以佫行甲诚近的时候，迄个人迎面过来时，伊面是白白的，像布抓呢。Sorry。抓诶，白蕉，伊嘛是钓菜惊咯，因无面啊，反正。无面啊，无面。了，伊就钓菜惊咯，走去伊摩托边，我搭伊摩托了，坐摩托行，行到槟榔，我槟榔这边街时，伊就看到有一个人大钓边门，所以就好心咯，爱去教你人讲嗰边有一个物件咯，坐摩托阿姐，你较尾走啊，嗰边有，淡仔蹛咧北海头边看到有一个人安尼看到伊无面嘅，所以人嚟讲边面嘅，嘛是我咯。耶！我冇幾慘，你無面門啊？啦，白白啦，布抓啦，白白你看無面。布抓。真係你搞笑。啊，咩做無面？所以人落去大橋邊啊，看到有人坐伫邊仔時啊，你人唔通假步呢，落去問伊講阿咩事就。哦，因為都係邊 BCC 嘛。你頂過嚟，你看到伊嘛無面咯。哦，你面實無型嘅只只。我來講笑。你阿伯嚟啊，咱歡迎阿伯把你個找嚟人。都。阿伯，John，喂，走啊，John。OK，摩托林，感謝。OK，拜拜。摩托林掉下咧，驚了。係咧，然後咧這裡呢，阿伯。Hello。阿伯，你是唔是講你 in law 嚟？是唔是你？那我啦。哦，你當人困了，你嚟 join 啦。早困了，但係自己困起，然後請起，我。哦。你媽在被落緊，不起。啷，哎呀，別去叫啷，佢去選我嘅這個cousin， 我係這個 niece， 選呢嚇，感謝。啷我別去選你啦，你 chat room 啷我別去選你，咁樣去penang.com 嘅網頁去看，你試就冇得訂。OK，然後但係啷聽到這錄音是有啲貴嘅啦，有聽有樣半樣嘅講講。OK，然後這個呢錄不錄貴個數？我最近發生嘅。如果講，所以唔是特別靚嘅啦。頂幾日嘛是講幾個數咪幾咯啊。然後這幾暝 because 講有 server crash 嘛。就是講做工嘅啦。所以半暝個差唔多連續3日。做暗工。連續3日半暝加啲做暗工。唔是去苦啦，做暗工嘅啦。係咪去苦？冇嘛，人講去往加魯苦嘛，暗工。哦，做暗工去賣卡春呀。往加魯苦。了。我開車對是講我搞我另外一個當數啊。12點幾合幫人對嘛。然後開車對是我幫伊去我 office 駕車。然後伊駕車時候，我走啊，有陣我幫伊也無看到物件走啊，你 call 啊，你講阿不啦，你在倒轉來哦。哦。有，你無咪係咪數？無咪係咪數？有你知啊？你這行險有想到？唔準等陣，我等下個倒轉來你講點先。OK。唔知朋友佢就拍電話開嚟啦。你做咩都係？
了微微娃娃，对，他们是说，我淡薄惊咯。特别见咱肯定做了，是咱个做 live 嘅时候做小嘅。来，白送来梅花未？不，微微娃娃是为咗讲你厝啊，一間房間啊，佢係咩物件啊 ？OK 啊，袂。哎呦，你頭先一講呀，即係講了呢，我係 cousin 就寫來呀，your second room。喲，我在做乜驚？我本是 second room 哦。買啦，幾哩哦。就主要是 second room 做開呢，白做開呢啊。哦。哦，你 guest room 是 second room，guest room，冇咩人大啊嘛。哦。guest 嚟㗎喎。咯。有個暗嘅。我打我買企你厝，我唔介意企你厝啊，會話。但是我一人多住，我一勁白嘅都咩？我驚講我生少，我驚嘛，不到。誒，阿本係哦。冇啦，我。阿寶啦，咱去咱搞我錄音嚇，去嗰邊房間嘅，咱去錄音啊，講最最呢是特徵。嘢買啦，幾咯，香誒，買啦，幾。好啦，買啦，講爽啦，就好啦。一隻而家是有物件事呢，要搞死啊！你出聲叫。喂，其實講你都 exhaust 啊。啦，冇人講字嘅，有得掉，唔通都問少少，你可能唔知道。我驚啦，我聽到狗會哦，有，即係 VB 話我係狗嚇。係我厝個隻狗有狗會嘛冇特別。哦，特別你唔是第二版嘅會啊？嗱，路啊！誒，都冇幾隻啫。誒，狗聲唔是半嘢咧，但我聽到聲係半嘢啊。冇啦，冇半理啦，咪蝦娃啦。一盤邊個邊隻看啦？呢是半啊？隻看咩？半 balloon。冇嘅，我開第二版嘅門，我大基本開掉嘅第二版嘅門，我冇看咩。所以我係看自己裏邊嘅。有陣時講我感覺到怪怪嚟講嗬，可以冚啦，冚開啦。我怪怪嚟講，我係自己開開啦名。哦，錯錯。錯啦，錯啊，邊啊嘛係錯哦，แล้ว有一刀啊是嗬，有一名啊是啦，我自己嚟邊咯，แล้ว我除我物件就，แล้ว我自己第一房咧 store room 安尼款嘅嘛，แล้ว所以物件就亂咯，咧入邊除啊，suddenly 冇電，哎呦！邊幾處啱㗎咧？哎呀，要是我住難嘅，個看冇電咧，平平個攝地字板哦，驚哦！哎呀，我個幾隻冷叫自己哦。好啊。嚇嚟講嚇，叫得有你camera 嘅。係咪嘅？有啊。我你 computer 有 camera 嘅。有。你 computer camera 你若是你開掉啦，所以我哋會看到嘛。若是就是假使你後尾有蝦米物件，我會甲你講嘛。係啦，我後尾是聽阿妹嚟買啦，咪蝦我啦。聽阿妹，聽阿個妹啊。聽啊。但我你講你到底似係聽阿妹時，我都會笑淡薄啊。你學追盤。我只嘅。不。แล้ว我每當看到捌聽，我係清當我係記，我就是而家就是講笑啦哈，我係記壁neighbor 位，我唔知捌個人講過，講樣拜唔知拜四是拜幾時有成日請嚟掛鬼嘅可能啊，我捌個人講過啊。哦。有啦，我只見你我細漢嘅時，我特別去我哥就大你，樣拜四是拜幾時樣嚟念經，你有時我聽到我嘛聽我驚，我講我驚嘛，你依度，我講聽啦，我隔壁厝伊是啥，唔知是咩 Christian 嘅啦，特別我唔知係咩教，唔是咩 Christian 我唔知啦。然後依度唔知拜四咩，是咪拜幾咩時樣度成個有人念經嘅咯？念經是只大聲咋，大聲伊唔是講成個念經，成個平安念經嘅咋，伊是人帶人成個有人有問題啊，後帶來厝啊，甲人趕鬼嘅呢，好像。冇你講伊是 Christian 嚟呀？嚇 Christian 嚟。
哦，那一念係咪驚 ？Speak in tongue 係伊。有 speak in tongue 咯，我當時就是叫我白上灣講咩？我想啊，每都是 speak in tongue。嚇，speak in tongue 都有咯，你伊個有當時一下子用特別佢就我聽嘅歷史係咩啊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I command you！就那講嚇咯，我只見，你這聽冇佢只唱咗。對，伊就講啦，反正後你都聽到伊一個人在啲內面你看到冇？安怎樣呢？到你厝隔壁誒，我唔是我隔壁，我係隔一條路，我係隔就特別我聽到誒，我聽到我每日你開掉，你在馬來西亞同樣個人開掉嘛，你聽到咯，你我就驚，你話嘛特別就是講 OK 拜時啊，你使過去誒，伊部就講調子講義理啦，แล้ว伊講無名講義理呢我皮坑，แล้ว你講大間無名你咪我個皮坑啊？無名你唔係我佢別坑 ，exorcist 我別坑成出嚟就青色嘅。呢時你有時我咪是我馬到我講 ，OK 啦，你隨住啲圖，可以冇講講上面，特別我冇講人啦，我我聽到嘛。แล้ว人講嘅แล้ว我白意嘅係只係人，我冇在呢個 neighbor 呢啦 ，because 我記呢，特別我覺得樣成啊，伊寫是十年可能咧，伊樣嘅。你真係有人看咧，你再講成日伊出來人有平安，有人就 friendly， 然後咪好樣啊，伊邊淡薄成日寫你嘅理你就樣個了。哦，樣冇個你講話咧是冇咩笑，然後咧一把酒成講呢，那把酒閃，然後我就嘅理，我冇咩咁樣有講話，然後咯，แล้ว我嚟隔壁，我白樣嘅厝嘅度，我隔壁呢是我細漢個大漢鐵頭大漢嘅一間厝嘅，我伊講伊捌去到啲伊個樓卡無伊走卡嘅樓頂樣有一個是頂頭嘅時，你對要爬嘅樓梯去咧，後頭 storage 丟物件，特別是到啲樓頂面之類，你知？伊成個 attic 然後呢，成個去咧樓頂嘅咧收物件位。伊講伊捌聽過嚇，伊唔係聽過，伊捌聽，伊講伊樣會看到過去，啲岩板嘅邊啊，又會看到。過去對面隔壁嘅咋？真啊！即老師講啊，我聽就是我本相信我本一半，可能你頂個白你個啦，我朋友個啦，唔是囡仔嚟嘛，唔知有閒話嘛。伊講伊樣企樓頂燒物件時候，會聽到你隔壁房或者成個隻老人嘅聲，佢關到啲隻人嘅原可能就。伊想伊隻鐵人咧，吭咧老人，成老人當面講完，可能就。到啲你天花板咧，我厝頂面有嘢咯。特別你冇人嘅啦。咦，我唔知有人冇人，特別樣嘅厝，樣講有隻老人樣關到啲，伊 cage 關到啲樓頂咯，我是聽人講。伊唔是死嘅，伊唔是鬼嚟，就係是成個隻老人樣關到啲隻人喺度頂面。有安怎嚟款？我唔知啦，唔知成樣本嘢啦，即係我是聽人講啊。你咪是佢個記憶咯，所以我特別我句話朋友就是我唔敢去走開。我驚講聽你意思，我驚講你隔壁你老人，就嚟到地位，會話話啦，伊搞啲嘢了，冇喂搞啲背咧嗬，แล้ว neighbor 啊，夾啲情啊，佢切頭炮呀，病一聲咧嗬，แล้ว喂搞條斜夾咧撞接嚟，Mysterious Spirit Haunting Housing Estate 喎，我看這是準接之後想嘅 style。Residents of Taman Helang Jaya Nibong Tebal have been living in fear over the appearance of a mysterious spirit in the area for the past months, Malaysia Nanban reported. Residents claim they have heard of the sighting of a headless body dressed in white, always dressed in white one, usually appearing around midnight and making noises like a crying baby. 你有冇聽過啊？冇錯，多一邊。都啲報咗我哋 star 嘅，睇到。到嗰類。伊講到啲 Taman Helang Jaya Nibong Tebal。Nibong Tebal。NT，Nibong Tebal 是這裡嘛？高原那邊呀？高原啊，高原那邊呀？
，maybe 哦。哦，有嘛？報紙有拍嘛？伊講阿妹那是兩隻龜嘛，啲邊烤嘛，但咩Yeah, got one resident said he heard his mysterious spirit had knocked on doors and bitten the hands of the house owners. 安怎會 bitten 呢？都無 head，安怎會 bite？無 logic。headless 安怎 bite 嚕？好啦，一劍掉你頭嘛。哦，較型喎，你一手夾在頭，一手夾在你手，你可以夾啊。真係教到嗌家到計。Kota Alam Shah Assemblyman Emma Noharan said he and 4 others were detained under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because they had claimed that Indians in the country held high position 40 years ago, but were now left with nothing. He said many Indians once held in high position, blah blah blah. Other news, 這冇關係嘅 news 好像參這是假嘅。即係看到，等你講這個 YouTube 嘅喎，等你看 YouTube 嘅這什麼？Ghost caught on video. On May 1st, my wife and I captured a horrific ghost conflict on cameras we set up around our咪佢係成個意思。這係假啦，冇嘢。我唔知我冇看過啦。假啦。哦，這就是 Darryism 講夜鬼用幾擺講。安怎教？用幾擺講？食去啊！爆爆吞。食hot dog。食你 hot dog 係啊？你講咩？啷個就俾佢講幾個？下次見就走去啊！點啊？驚咧！對啊，點啊？佢都驚啦，佢咧。點啊？另外時間，點啊？講嘅走去咩咩？冇咧，安怎春話嘅白上番呢？零頭嗰啲啊？零頭有零頭啲。講，佢咧春嘅地春啥人？點啊？就你講，點啊？一間呢？一間咪都走去嘅，喵喵。我都零。唔是，點啊？講一半，咪你被實講嘅時走去啊？講阿妹做暗更嘅 server crash 啊？哈，喵喵啊！老細啊，唔是老細啦，唔是老細，阿伯嚇對，阿伯實走有冇？冇了 ，maybe 有。哦，阿伯講係 have emergency 喎，特別走啊。OK，所以未來白紙兩個就跳嚟講就 hopefully OK 啊。那阿伯講白紙角度嚟講係別走啊。你諗被笑打係？諗被笑打啊？咩笑打啦！我驚，我唔敢去阿妹泡個鼻。你字班房間有開了，開冇有？開掉啦，有啦。當時開啦，有啦。當時學過係咪？冇開會。故意咪叫咪叫人講。誒，我食蕉特別是食蕉其他。你佚佗過靈魂簽哦？唔捌。有幾哩？我放快。我本地我古早無上線嗰樣嘢，我放快時我佚佗佢手蝦了啊！安怎講啊？手放快時貴啊貴啊咩啊貴啊 SPM 啊咩啊？貴啊嘛冇嘢做咯，靠住貴啊嘢做啊嘛。你往貴那裡嘛多班嘢嚟抓，你貴啊係用大力鏡嚟佚佗咯。then 係到頂了，bằng你邊本啲事人佚佗嘛。了啊，我無從事嘅嘛。有你頭頭佚佗熟啦，肯定啦，笑啦，肯定。都熟呢，佢樣我正係咩樣，我嘅啦，攏家己殺啦。咱佢要係咧邊，咱往事人多後尾佚佗咯，咱殺，你講嘅啦，攏殺嘅啦，咩，樣一個講念啊嗬，一個放咗就。放春啦，我地位嚟咗就。家己驚喎！哦，你冇殺啦，是。嚇個我留錢趕死喎！壓起都未壓起嚟哦。你啲家己驚？你驚你邊 ABC 嘅嘛？你驚個 Q 未起哦，死我朋友甲我鬥講，我硬 Q 我過嚟 Q 起嚟啊！哦，你就被請走係啊？你嚇走起啊？你就上線啊？係手機我就驚淡薄咧啦，特別冇講上線㗎了啦。
咁冇看到嘛，特別有垃圾條淡薄啊。แล้ว我講聽啊，即係ที่ตัว咧靈魂錢啊。我同你講講 Vivi 話嘛。之前後面咧嚇，我係 cousin 叫咩名？靈寶嚇。靈寶講伊 friend 伊有參加伊 friend 做隻佚佗，即個 game，特別伊無輸嗬，特別伊 friend 的有輸了 one week 無去學堂，伊講佚佗了後嗬，伊 friend 會看到佢哋物件去咗變做。你嘅 connection，because 即係點樣？你嘅 connection 嘅講，我就因為人伊 physically 啦，伊唔是伊鬼晒，特別伊用人嘅 energy 來 push 你就，所以伊 call 你嘅力嚟叮當啦。你唔是想講個嘢去到咯，你是 freely 嚟幫掉，你手動掉咧用你嘅 energy 嚟 push 啦。所以特別通過你樣嘅經驗係你嘛。冇想嘛，等陣我講睇就好似我面嘅咁配講啦，伊啲圖時一枚嘅四字啊，你是掉咧是走去近啲安啲嚇，咁樣講嘅四字，安啲第字咧是個彈哦，彈咧是個海10塊，是咩哇？咁配講，特別危險喎，彈講你類，係啊，等我看。特別真奇怪喎，你我 try 過啦，你係 control 唔到嘅。伊家己驚，你係 Q 嘢都 Q 唔起哦，唔知我朋友 Q 唔起，我 Q 唔起，奇怪哦。一未使嚇，你 Q 唔起我是頂住我個嘅朋友，咪是佚佗嚇，你一見伊度，伊咪是像樣講，你未使真正愛拖走就拖走嘅咋，尤其是後尾先嚟啦。對啦。然後伊度無。佚佗啊，無相信呀，做小，你可能殺來殺去也好，拖伊手拖走去也好，你伊度像伊度，這是到啲 KL，但係唔留啲嘅，我記住。伊講伊風險時候，伊成日接物件，然後條就拖出來，係伊成日冰山成日食去咋？伊講食去啊，我試唔知做小，定係試叫未車喎，肯定是風險嘅借起來，走去樓頂嘅包佢呢會跳落來喎。แล้วยังก็แล้วคุยตีนชูแล้วก็แล้วตาปอก็แล้วยังใน student house เลี้ยเดียวอีกสักอีโลไลกองเดียวเลยลีปาเลย balcony เลย railing เลยแล้ว冰山食起啊，車喺度 OK 啊。伊講伊知喎，伊講伊未 control，伊講伊知講伊身軀顛當咧，撞起樓頂特別伊未 control 嘅叫。energy control 掉，你都未 control 掉。人亂人佚佗。係啦。等陣我講你幫人哋 Pop Sizzler 65講 What is this fucking saying? This is called Hokkien. Hokkien 呢 ？If you don't know, means you cannot understand. 替死鬼啊，替死鬼。OK 啊，那係小蛋啦，嗬。我講個一邊。No, we do not speak English. I know how to speak English, but we do not speak English. That's why it's called being Hokkien. Okay, girl? Okay, let's see. 今次各位聽眾收聽啦，呢禮拜咧再見過咧，佢講到啲無相嘅鬼故事，時如果有興趣比較講講鬼故事，比較講share 呢，你再去，但係禮拜唔知禮拜到落變成Hokkien時咧，我特別留 reserve 之處是講鬼故事，即係人係聽鬼故事，所以一季節一擺人講鬼故事，但是你有物件講咧，你就別參加，話人成個大媽阿伯嚟講，咪講就走，唔係準時就走去，或者咧好希望咧禮拜阿伯個獨端嚟同人講。感謝各位聽眾嘅收聽嚇，感謝我哋嘅特別嘉賓領頭白送環教 Vivi 娃娃，拜拜。